試想像一個世界，一隻微細嘅生物有能力將成個族群消滅、摧毀經濟，令大自然嘅平衡陷入混亂。呢個就係人類喺牛瘟橫行時代所面對嘅恐怖現實。呢種病毒橫掃全球，幾乎令世界崩潰。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泡泡，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。牛瘟又叫牛疫，係任何依賴牲畜嘅人嘅噩夢。呢種無情嘅病毒橫掃全球嘅牛隻，留下滿目瘡痍同死亡。起源於亞洲，慢慢將佢致命嘅觸角伸向西方，最終抵達歐洲同非洲。佢嘅影響係災難性嘅，特別係喺伊索比亞，牛瘟消滅咗當地1/3嘅人口，因為佢哋主要嘅食物來源同交通工具都被摧毀。泡泡認為牛瘟造成嘅破壞幾乎係世界末日，令成個社區變得脆弱、瀕臨崩潰。尋找牛瘟嘅解藥係同時間嘅競賽，早期嘅嘗試往往充滿挑戰。其中一種方法係採用連續傳遞嘅技術，通過喺唔同動物物種中反覆傳遞病毒嚟減弱病毒，最終令佢對牛隻無害。但係呢種方法費時費力，不可靠，而且需要養一大群山羊，令大規模接種變得不切實際。幸運地，喺20世紀50年代，組織培養技術嘅發展帶來咗突破，令科學家能夠喺培養皿中培養細胞。泡泡了解到，呢個另一位科學家成功研發咗一種新疫苗，佢通過偶然嘅機會同仔細嘅實驗，成功研發咗一種高效、可靠、安全嘅疫苗。但係對抗牛瘟嘅戰鬥未結束。即使有咗強效嘅疫苗，病毒仍然不斷出現，顯然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才能徹底根除佢。喺1994年，一個計劃正式啟動，將來自世界各地嘅科學家、決策者同農民聯合起來。呢個計劃採用先進嘅科學方法，包括研發一種唔需要冷藏嘅熱穩定疫苗，令疫苗更容易分發到偏遠地區。此外，當地社區喺呢場戰鬥中發揮咗至關重要嘅作用，建立監控網絡嚟檢測病毒嘅任何復發，並教育人們注意衛生同及早干預嘅重要性。呢種不懈努力嘅最終成果喺2011年出現，牛瘟正式宣布被根除。呢個係我哋對抗傳染病嘅歷史性里程碑。牛瘟嘅根除為對抗未來嘅病毒威脅提供了寶貴嘅教訓。呢場勝利唔係單純嘅運氣或者單一嘅科學突破，而係幾十年嘅研究、全球合作同對病毒本身嘅深入了解嘅結果。但係必須認識到，唔係所有病毒都一樣。牛瘟雖然具有毀滅性，但相比其他病毒對手，相對簡單。佢嘅變異率相對較慢，佢嘅症狀容易辨認，而且佢嘅傳播方式是可以預測嘅。呢樣令研發一種有效嘅單一疫苗同追蹤佢嘅傳播變得容易。但係其他病毒，例如流感、艾滋病毒同寨卡病毒，更加具有挑戰性，不斷進化，並且能夠通過冇症狀攜帶者靜脈傳播。對抗呢啲病毒需要更加微妙同靈活嘅方法，利用先進嘅診斷工具、基因測序同對病毒進化嘅更深入了解。雖然複雜，但牛瘟根除嘅成功表明，只要有決心、創意同全球合作，即使最可怕嘅病毒威脅都可以克服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